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生活好輕鬆頻道。今日我想同大家深入探討一下香港地鐵嘅荔枝角站。呢個站有好多充滿活力嘅社區中心，無論你係本地居民定係外地遊客，都會被呢個地方吸引。首先，荔枝角站嘅設計非常現代化。進入站內，你會見到明亮嘅燈光同清晰嘅指示牌，讓人感覺到非常舒適。就算你第一次來到呢度，都唔會迷路，因為每個出口都有詳細嘅指示，讓你輕鬆找到自己想去嘅地方。荔枝角站有幾個主要出口，今日我會逐個同大家介紹，讓大家了解呢個站嘅多元化。第一個出口 A 出口，通往荔枝角道。呢個出口附近有好多商店同餐廳，特別係地道小食。當你走出 A 出口，迎面而來嘅係熱鬧嘅街道，周圍有各式各樣嘅小食攤位。想象一下，當你聞到香噴噴嘅魚蛋、燒賣或者是煎餅嘅味道，忍唔住就想買一份嚟試下。特別係放學時間，通常都有好多學生在附近聚集，大家一邊食緊小食，一邊傾偈，氣氛真係好熱鬧。喺出口附近，仲有一啲大型商場，例如長沙灣廣場，呢度有唔同品牌嘅商店，無論你想買衣服、化妝品定係生活用品，應有盡有。更重要嘅係，呢度仲有幾間好出名嘅餐廳，尤其係售賣本地特色美食嘅地方，讓你能夠一邊購物，一邊享受美食。第二個出口係 B 出口，係通往荔枝角公園。呢個公園係一個綠意盎然嘅地方，特別適合家庭出遊或者朋友聚會。想象一下，陽光明媚嘅週末，你同家人朋友一齊喺公園入面野餐，帶住自己喜歡嘅食物，坐喺草地上，享受大自然嘅氣息。你會見到小朋友喺草地上追逐玩耍，還有老人家坐喺長椅上，享受午後的陽光。呢種溫馨嘅景象真係讓人心情愉快。第三個出口 C 出口，通往附近嘅住宅區。呢度係一個充滿生活氣息嘅地方，周圍有好多小商店、超市，方便居民日常生活。你可以見到一啲阿叔阿姨，佢哋喺度買菜，或者一啲小朋友放學後走出嚟，開心咁同朋友傾偈。呢種生活場景真係好溫馨。而且C出口附近仲有幾間受歡迎嘅咖啡店，無論係想揾個地方坐低休息，定係想同朋友聚會，呢度都係個好選擇。想象一下，喺一間舒適嘅咖啡店入面，點一杯香濃嘅咖啡，配上一塊甜品，和朋友傾偈，享受悠閒嘅時光，真係一種享受。第四個出口係 D 出口，呢個出口通往荔枝角體育館。體育館經常舉辦各種體育活動，無論係籃球、羽毛球或者其他比賽，總有啲熱鬧嘅氣氛。如果你鍾意運動，可以喺呢度報名參加健身班，或者觀賞比賽，體驗運動帶嚟嘅激情。荔枝角站唔單止係一個交通站，更加係一個充滿活力同生活氣息嘅地方。無論你係想享受美食、放鬆心情，定係鍛鍊身體，荔枝角站都能夠滿足你嘅需求。希望大家下次搭地鐵時，可以多留意荔枝角站嘅各種特色，令你嘅出行更加愉快。多謝大家收睇，記得訂閱我哋頻道。